你哋嘅翡翠手鐲其實唔需要買咁貴噶，因為只不過係日常佩戴。今日連姨就安排呢啲日常佩戴款俾你哋。第一條係紫羅蘭手鐲，滿圈都係紫色，因為有種水嘅原因，所以顏色好清甜，睇見好舒服。仲有一條係飄花手鐲，中意飄花少嘅姊妹，呢條真係少到不得了，好清甜，好似蔚藍嘅天空咁。呢條係羊綠圓條手鐲，幾乎滿圈都係羊綠色，中意識貨嘅姊妹可以認真睇睇呢條。仲有呢條係陽春白雪手鐲，底裝好乾淨，搭配呢兩抹羊綠色，有雪嘅乾淨，又有綠嘅生機。最後一條係情緒肥圓條手鐲，端莊優雅，肥嘟嘟嘅，望住好似一汪清澈見底嘅山間泉水。如果你哋中意嘅，真心想了解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漣漪啦。